馬來西亞真係一個充滿人情味嘅地方。話說今日我着住一對好耐都冇着過嘅波鞋出街，越行就越唔對路，突然之間好似踢甩咗啲嘢咁樣。我回頭一望，原來係我鞋底甩咗一塊出嚟，呢就係近鞋踭嘅呢一塊啊！我執起佢，心入邊講咗一句：唔係啩咁黑仔？唉，算啦，返到屋企再算啦。點知唔夠1分鐘，喺我眼前就出現咗一位馬來友族嘅同胞，佢踎咗喺地下，用一支 super glue 黐緊佢對鞋。我心諗，咦，咁啱嘅，但係心入邊又唔係好意思。結果我就鼓起勇氣，用我僅有嘅馬拉話同佢講咗句：阿邦阿邦，玻璃朵啷啊，用你幾滴嘅啫，sikit晒啫。結果佢就毫不猶豫咁樣，嚟，仲要親自落手幫我黐翻好我個鞋底。哇！嗰下我真係 mind blown 啊！呢位朋友真係好到不得了啊！似乎我今日唔係黑仔，而係出門遇貴人啊！所以各位如果有機會嚟到馬來西亞嘅話，有咩問題唔使怕醜噶，即管開聲啦！呢度嘅人真係非常之友善同埋熱情啊！